破读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31集。甲阮查某囝的头毛长规长束起来，就是把我女儿的头发抓成束，然后绑起来。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章，头章的章；第二读做掌；第三字读做掌，肉粽的粽；第四字章啥物代志歹代志做啥物歹代志用章着章。152条，刀仔提去回一下，刀子拿去磨一下咱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回，回家的回啦第二字读做回那个这意思是讲轻轻的来回摩擦一下啦这是读做回，刀仔去回这是回。第三字读做回，连回回。第四字读做毁毁坏毁153条，我的车库是用电动的tik-á门，我的车库是用电动加thih门啦就是我的车库是用电动卷铁门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读做加倒的加，第二读做架，第三字读做卡，第四字读做叫。154条，蓝甘蔗就是削掉甘蔗的外皮节眼唾液咱嘛会使讲蓝tik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蓝鱼蓝的蓝，第二嘛是读做蓝，第三字嘛是读做蓝花的蓝，第四字嘛是读做蓝干的蓝。155条，甲tik斩断就是把竹子斩断。下面有4条4字要来选，第一读做斩头的斩，第二读做斩还是读做斩，第三字嘛是读做斩，第四字读做渣，就是把那个胡渣把它摇起来叫做渣还是咱咧讲炸鱼嘛会使就是把鱼捞起来，这样渔网放下去再把它捞起来，这样叫做炸鱼好，感谢大家。